那这个变化实在是太迅速太快。我当初只有一个单纯念头，把高雄的经济要冲起来。人生充满足者意外啦你一个意外当选咱高雄市的市长啦另外一个意外就是要拼咱中华民国的总统啦一只首先甲你祝福啦甲你祝福啦迄个伫咱县市合并第一届是咱民进党的市长国民党蒋到议会啦伫县市合并第二届啦迄个市长甲议会拢民进党过半完全执政啦但是伫咱第三届咱高雄市民伫民进党的执政之下，咱高雄市民想要来改变咱高雄所以讲，伊伫顶年11月24日，互咱国民党甲民进党咱国民党议会过半市长由咱国民党来执政啦分析看到咱市长伫市政报告这张上这本册顶头有足侪抱负啦拢针对咱高雄市本身嘛感觉讲袂歹但是想要靠市长你无啥执行着你的指示就要来选咱中华民国的总统啦市长，我想要先甲你请教一个问题你点头摇头倒你敢会记你讲第一届迄个市政迄个总执行的时阵分析送你什么吉祥物？知影啦分析有甲你提醒讲即个物件嘛希望你伫即个6年后会当挂伫总统府啦。但是我想袂到你遐年外你就想要甲挂到遐一只甲你祝福啦但是分析是讲你安尼要对咱高雄市这89万的市民你敢有需要甲咱市民大约交代一下分析互你一下时间你大约交代一下，安尼感觉。市长说明一下来。谢谢陈善慧议员的关切。这个问题，事实上从去年11月24号选完高雄市长之后，绝对没有想到选总统的事情。那一连串的变化，真的我只能归咎于民意与天意，这个变化实在太大。那到了今年春节之后，各种民调也好、呼声也好、舆论也好，各方面，那这个变化实在是太迅速太快。我当初只有一个单纯念头，把高雄的经济要冲起来。那有主观也有客观的问题，例如整个大环境海内外，特别在民调这一块，只要把韩国瑜3个字放上去，民调一直很高，那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好，市长本席知道了就是民意啦民意，迄个市长你请坐啦民意爱叫你选总统啦咱尊重民意啦尊重民意啦